要听民谣来北投。北投月琴民谣节创办人，咱台湾音乐的国宝陈明忠老师。讲到伊，无定你会想到流浪到淡水，无定你会想到伊制作的堆。毋过国政今仔日要甲你开讲，要甲你开讲一条1989年，是啦，30通当前，陈明忠老师伫咧文化大学现场演唱《分游四海》这条歌。是在这条歌的歌句写出陈明忠老师半世人打拼的路途。这是陈明如先生作词，陈明忠家己作曲一条足有意思的歌。头尾拢总有6拍的歌词，中国带口碑，各种曲其中4拍。咱来体会讲陈明忠先生伊对民谣、对乐琴这门艺术伊的苦心，原来一路已经行遮长咯。歌词头一拍讲：一生飘泊四界去。行过半世人少年时，夜市来去摆一担，听阮来念歌，听阮的歌。家人头行到放了尾，一代二仔架载阮行，走唱的生涯3顿无论，若是无开喙，都无饭食。是啦，你听敢若这2拍歌词，你也直觉讲，这就是较早走江湖的人的心声。毋则歌名叫做《分游四海》。讲到走江湖，即款的，若无开喙就无饭食，这是所有江湖人的心声。因为有钱通好食免，即款免鱼真稀罕。倒头讲，永暗若趁无咧，无钱就免食。陈明忠老师咧唱《分游四海》的歌词内底，这是走唱的生涯。有人讲叫做综艺场，较简单讲，民间咧讲网络啊场啦。毋若安尼呢？另外，嘛有人咧做迄个物理啊场。啥做物理啊场？就是讲来，即身观音，这正青岛少客的，指定拿中观自在，别人造像见如来。即身观音，1000有人要买无？这边花1500，这边花1800，这边2000。这物理啊场原来有人咧做。另外嘛有人咧画站啊场。来这国外上界先进、上界机卡的万能的遥控器。本来一支就要500，今日来遮300毋免，我看200就好，200有人要来无？最后一句最后一声150，我若搁落去，规担互你放火烧，讲甲遮尔刺激，做站仔场的嘛有，因为江湖一人行一路，人讲江湖一点决，车路不可说，江湖一点决讲破就毋值钱。事实讲，江湖的学问真济。陈明忠老师这条《分游四海》真感动人的内容。第3拍的歌词安怎样讲？伊讲少年时代世界行，煞来袂记得故乡安怎行。若是有人问阮故乡在倒位，每一摆阮的声音就扫声。第4拍，国政曲这个第4拍歌词讲，农村曲是苏东写，伊也是落魄对阮行。歌唱的生涯是毋是梦？红目达仔是毋是阮的梦？红目达仔，陈明忠老师原来捌亲身为伊来写一条歌，这就是正乡村民谣传唱的名人陈达先生。红目达仔是毋是阮的梦？咱看着讲陈明忠先生人一路毋惊无犁通好拖，对30几年前行来到遮，已经伫北投开发出遮尔车样的月琴民谣节。搁再一摆邀请所有观众朋友，要听民谣来北投。一角头都有一角头的技巧，人咧讲家己的家己好，家己就要会晓学咯。